今日為大家介紹嘅樓盤呢，係位於火炭坳背灣街華惠工業中心13樓雙連單位，單位面積約4046平方尺，尺價2100蚊，尺租呢係8個6全包。大廈91年入伙，單位附設獨立洗手間，有多間會客室及陳列室。罕有雙連單位，有4個出入口，走廊寬闊。大廈大堂有優雅裝修，設有10部客貨 lift， 車場有卸貨台，車位充裕。大廈門口設有小巴站，步行至港鐵火炭站亦都只需數分鐘。如果閣下對以上物業有興趣，歡迎聯絡萊斯物業了解詳情。萊斯物業，你的必然選擇。